讲到核市抢的争议已经超过30年啊，虽讲伫6当前已经疯抢停工，不过支持使用核能的人，却是要利用公投案，看敢有法度重新启动。中选会按算伫今年8月要举行全国性的投票，环保团体伫今仔日开记者会，回复政府就要赶紧公布核市抢的地质、甲动地动的程度报告，要互民众了解，做一个判断。 荒厂停工要6年的核市发电厂，争议30几年。环保团体日召开记者会表示，核市厂的建厂执照已经伫去年底到期，不过今年8月却阁有要重新启动核市商转的公投，因批评这根本是浪费社会和政治成本。 到永和方式上，他们不断的去宣把核四讲的好像很新，好像可以随时打开一样。但我们从原能会的网站的资料、监察院的许多的报告、纠正案，甚至法院的判决，我们都可以看到，核四事上有非常多的问题。福岛核灾之后呢，立院有要求核电厂重新再去调查它周边断层对于核电厂的影响。从马政府时代就已经做到现在，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公布哦。 环团表示，2019年监察院阁捌纠正台电和经济部爱因量早公布断层对核电厂的影响，不过到达拢无相关资讯，有伫咧闪过心灾嫌疑。不过商转公投的发起人表示，核市厂实际上已经完工，即阵只干打欠运转的执照。 那反核团体现在就是抓着说因为跟执政党勾结在一起，然后建厂执照到期了也不予以延期，然后现在就说到期了，所以公投也不用投了，这等于是没收了人民的民主的权利哈。核市厂争议经过哪历执政时期，到底要重新启动无？今年8月就阁要经过一届的民意考验。环保团体呼吁政府爱伫咧网站设置专区，公开核市厂的地质耐震程度的调查报告，让全民伫咧公投进前对这项议题有更加全面的了解。记者阿敏金场随台北报道。